大家好，非常收看今晡日福气类的节目。今晡日咧，我同大家一行行聊聊，迄度奶呢，迄度关系聊在客家中吼。可能当到家乡亲朋友讲，关系我动手啊，过大家伫改变可能有一条街，该条街咧吼，本来可能好冇活动，因过俩今年热动，因地图又当到有意思嘅点哦。今晡日好好来小改本大家来认识。一开始咧，本人来个来宾咧，佢系俩间店嘅共同创办人，系嘛个店咧，一店名非常嘅创哦，佢自家好好来小改一下。今日咧，本人呢个来宾吼，叶润贤。大家好，我係阿軒呢，葉潤軒。我們的那個店名是關係實驗生活1號店。重重哦，對，是硬衝。可是等下店名非常嘅有意思吼，等下好好嚟講一下吼。今日咧，本人另外一個創辦人係呢個劉秋萍。大家好，我係關係實驗生活1號店嘅劉秋萍。本人呢吼，等一下好好來介紹，好好嚟紹介一下吼。昨年下咧，本人另外一個來賓咧係另外一間店吼，佢嘅店名叫 High Look。平面設計工作室嘅邱美鳳。大家好，我係 High Look 嘅邱美鳳。歡迎你哦！你這店名是好短的，有冇？你的個店其實離得很近，對不對？係，當佢Lisa 哈，所以這樣基本你聽下咱上節目，平常是感情好嗎？所以好啦。不過真的都有意思哈，其實東英都很多關係，因為關係其實好山好水，風景佳，而且有好多好吃的東西，有東好食嘅東西。講到關係是提倡你要講乜嘅？板條，那是菜包。每逢兩片有地嘛嘅關係好食嘅東西嘛。其實麵該的吼，關係麵係咩啊？東有名，也很有名，對，東有名。其實我大家講的關係是好山好水嘛，東西好食。不過兩邊吼有一條街，有一條街。慢慢的活絡起來了，要不要跟我們介紹一下這是什麼街？好，我們關係最近這幾年的是中正路，佢條板都有10點米，嘿，佢係全國最短的中正路，大概只有200-300公尺。哦，對。然後佢條板是關係最熱鬧的地方，就是有很多那個打鐵店啊、打石店、布店、藥妝，通通都在那條街上。所以周隊公黑這條街其實黑可以說是就是最熱鬧的，很多人就是最繁華的集散地，可以這麼說嗎？對，勤勞呢，而且你剛剛講又有打鐵店，對，布店，可是很短，對，而且是你剛剛說全台最短的中正路，是不是？然後幾百公尺，可是它卻這麼繁華，可是後來就慢慢沒落，對不對？對，而且它那時候你剛剛有提到它有個別名，對不對？叫做10點米。那是什麼意思？石店子，吉條拜，因為石店子從連下去就是一個渡船頭，渡船頭它那邊以前就是他們就是經商嘛，透過一個渡船頭用船去運送，比如說他的生活物資、茶葉，然後那邊還有輕便車道。搭船輕便車，然後所以那邊人做生意，比如說就在那邊有一個吃一點東西，或是休息娛樂，所以以前也有一些酒家在那邊。哦，對，然後所以你看有布店，有就打石店、打鐵店，有布料可以做衣服，所以所有的食衣住行娛樂都在那邊。生活機能很強你想想看，走到去這邊吃東西、吃酒有冇？然後會走商夫又去走商夫，然後不還係講要用什麼東西有打鐵的。就去那邊，我覺得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台灣有青島暗湧嘅店，其實你暗湧嘅店嘛，英國講在每一個城市很繁華的時候，台灣那時候街道就是會有這一類的東西。可是東眼它死推某 Q 很多店它其實就沒落了，我們覺得好可惜，很多地方就變廢墟了，對不對？對。可是這幾年好像很多人就開始入駐那條街，然後慢慢把它活絡起來。像你們店就是其中一間。對，像
我本身我是差不多3年前我是生种的关系的，所以一开始生这个10点应该片，是有一点这个我这个会定喺度pin手做我这个有兴趣的事情那样的，所以头先主持人讲的，头摆该跳舞吼，关系人前东人自家都冇行嘞，所以前东人办者，该片的无差不多有到4、5年冇人带。哇！系，从我到韩国去，其实因为讲冇人带嘛，是前面吼，前对前都该的有诶冇诶东西不用该，因为它就像其实像你梦一带的废墟条，然后都是空屋，对，然后可能地不毒啊，有一些白天的东西就是破坏哦。不过以前其实我都开始有2、3间店是先大概中正10点该片的时间，我都是开始这个门前是会打扫该的。其实恁啥看到是会听的，可能种花该都一样，是开始听的那样人走。所以你看，这也是煞气的力量。好，比如你对我们经历爱某某经历，因为给经历，爱某经历从爱我哈面前有两欧洲，我就会一起，然后这就是很有趣的力量。慢慢跟过一条街，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一起出力，然后变成一种风格，走的安狗，对不对？所以那阿仙，你是扮演什么角色在俩店点地图？俩店点吗？我是因为我自己有自己的工作啦，然后姐姐这边的话是她有什么创意啊，她就等于说许愿，许愿说哦我想要什么啊，我就想办法把它做出来。好棒哦！我也想许愿，我也想许。这港沟有叫许愿池，有没有许愿改必通用？你许个愿，它就会执行。如果兄弟们可能会想，等下店都来走买10斤，这个店里面现在是做什么事？比如说是有什么样的活动，或是怎么样卖什么东西嘛？你能该店做的口头吗？改？你好，我就该这样讲。其实我们是比较以它是当做一个实验室的概念，活动空间的一个概念。所以我都希望有的新的东西，在这个家乡里面发生一些新鲜事这样子。所以你行我都还有该还有独立音乐。我都有请该独立歌手来发表他们的一个音乐，然后前阵子我都有到社区妈妈跟他合作，总爱都有客家创意料理，所以又是每这个边盘又该参会哎样子，然后所以都有神奇的事情啦，是从像你都做买市集啊，没有哎样子种，所以厉害是天然我都会生发的该脚步，看有乜个神奇的事情是会在俩家店这个空间然后发生这样，所以。找邱平安公，其实你是提供一个大家觉得很不错的空间，然后它里面可以发生很多神奇的事情，走得去盘，走得躺硬哦，然后有市集，它走得去翁啊，走得去卖东西，走得样个。刚好用这边有可能你都改相片了，那个空间。说大不大，其实算大，对不对？你们说台肉有几多？有差不多为100平了，80平差不多。哇，所以那很大哎，所以你们也花很多时间精力的哈。那所以抢爱龙模式，因为我现在平常是下班的个兴趣是看个你不用找甜食，都全能住宅改造化。所以就是你去改造的。我对于你投予就是非常敬佩的心，这样子很辛苦。下班平常没事就看电视，然后觉得他们改造都有他们的坚持，而且都是用本来有的去改老屋嘛。然后我们现在老屋比较有那种历史的感觉，不要把那个新的都加进去，会把它味道都跑掉。所以我喜欢老屋的感觉。我觉得老屋改建两件事情，大家俩今年动流行，可是老屋改建，因为大家想个按简单容易讲，因为它原本的东西你又不太能去破坏它，因为你破坏它就不是老屋了，对不对？你就整个打掉重练是好累啊。可是你要如何保留味道？可是它还是要有机能，然后让它那个感觉存在，对不对？美凤那一间店也是有重新这样改造，对，所以你改建店也是你自己弄吗？我这间店一开始是新竹县文化局他们有协助嘛，然后做基本的修缮。那在修缮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有保留一面老墙，因为那个老墙，师傅在整修的时候，他
它前面是木板的，那拆掉以后，我们就发现里面贴满了一些电影海报啊，对，还有以前的旧报纸，就是上面还可以看得到当时是什么年代的，几月几号的。发问，所以那个墙本来可能是后来屋主自己有隔间装潢，结果你们把拆掉之后，墙壁里面贴这么多，这么珍贵的东西，对，就是有留，所以我们有保留它一部分，然后它底下就是以前的那个泥土墙，所以我们就让它就是露出来，裸露在外面，对，哇哦，所以喜东改变掉，我觉得这就时光隧道啊，对不对？你不用真的花太大力气，你某种程度把机能种起来，你喜东改变款式，走对看到改面墙，其实你就是他们以前就是在那个空间里面这样生活，所以那些海报什么都还留着。一部分啦，因为一部分有些是发霉太严重了，它也不太可能保存，所以能留的我们都把它留着这样子。所以那算是美凤自己的一个共走式，走得很够，什么？你那改片，那你就周青豆给设计黑毛别改片。对，哇哦，用亲朋友其实基本呢记到两件店界，到底讲系挑价啦吼，你到两边老大家都分享，记到个店图咧，除了设计的当用木头，当用仪式之外，当然个店图啊，当到个法通，就咧到当到个用亲朋友咧做符筒啊，系讲伊都改变聊聊啊，维持到讲等下做咧 consent 嘅东西，还有一种符筒，形容应该法筒咧，你聊下，等下陣陣來。到番伊走咧绕墙斗读关系吼楼盖改2个店家改你讲创办人来到两片，然后大家都分享改挑改吼，我觉得很有意思呢。而且其实推翻运动都动进轨改提风那我觉得俩经验其实不管还没读关系哈，又动都改伤习，又群后上瘾吼，就会觉得有一些东西楼盖然后从龙滩然后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把它活络起来。我觉得其实这就是让整个台湾的整个城市感面貌，其实会有一些活力，那有一些改变哈。我觉得关系也是，好得俩条楼盖啊一起够一白，所以现在心里会觉得说好想有一点点的认识这样子。够讲到关系实验生活一口条，其实一讲到信仰圣法，其实很多东西其实你们带人好像就是我们就来实验其实一个比较开放的空间，然后心情啊用里面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们会跟当地的社区妈妈沙基改妈妈给到合作，他教出改料理，而且是无菜单料理，系吗？是里下从去年开始又陪伴社区妈妈去上一些这种培训课程，就是做菜的部分，所以我们等于说差不多那有快将近1年的时间。那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希望说不要它只是一个很单纯的活动。然后希望它可以有一个延续，所以后代是差不多去年代时间是有两家关系两家就是后店，所以想讲有一家空间让社区妈妈可以去做发挥这样。大家有看到个相片呢，那个菜好漂亮哦，摆盘。对，你传统上都改客家料理，所以那个摆盘都是你们弄的吗？都是沙基妈妈？嘿，俺都是穷下去上。当初的想法也是说，俺都客家菜清好省，如果是讲，是不卡自己不卡是端出来很大气一盘，超。所以是从年还时期咪老社区妈妈沟通请求，记得就是讲，一天本人他食饱啊，你现在不用改一点点用难哦。嘿妹，嘿，我们讲俺都是老讲，你还什么豌豆，还有着美学的观念，其实是俩过程当中，其实还有蛮多的，有时候可能真的会有点争吵，对，坚持己见，然后就是这样互相沟通之后，然后才开始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慢活的一个料理出来。该请问还是得包吗？整件因为你做到要按酱一点点，跟妈妈都讲了，因为他讲你我们请客是很厉害的呢，你强硬他对吗？是不是？太青东你那个客家人他好像有点小气了嘛？哪有？我们请客，你当厉害，硬他来捶就按台盘，摸捶，贵州也捶摸捶，是不是？我的妈妈会，你们会吗？有吗？有吗？都干哟。
有没有孔妞、猪丢，然后摸锤啦，哈摸锤。其实动锤，所以你还是吃得饱，对不对？其實有啦，我都是慢慢的食，因為我是會食飽。如果未講正經嘅，我都未，其實未還有個觀念咯，講人客食唔飽。其實我都後背都有準備一大盤嘅個炒麵，啊，太棒了！正經食唔來吧，還有炒麵。我覺得這個很棒哈。我覺得其實師從秋萍講的非常愛好哈，因為永英講，其實你的食東西，唔單講係食東西，除了食到好解味頭、好解料理，其實也是美學的培養，對不對？而且吃東西也慢慢的吃，然後一邊吃一邊韻熟一下，然後那種氣氛會不一樣，對不對？摸是飽係嗎？還有炒麵，都有一盤除了不能寫哈。我覺得很有意思哦。其實基本上佢都有帶了一張動有意思的東西哈。這個一開始看到的世界就覺得好像是一個手绢。好，一些線爬，就是好有趣。他說，這什麼東西？就上面是食譜，錯冇？兩碼係你都有設計嘅，係冇？一開始呢係一張活動哈，是想講，我睇下前流行講，我有伴手禮呢事情，所以一開始咪想到底有伴手禮係乜嘅東西？我一開始想講，手帕。手帕好像，可是其實你係因從你摸乜嘅在用嘅手帕，從手帕係從出去用呢沒打掃。後來是想到講，按都係客家創意料理，雖然說大部分主軸是差不多啊，但是有點小小的巧思，想講該變成食譜，本佢帶咗去，佢講食到好食，佢做咗去自家可能兩個做樣。錯，從兩家是係乜嘅？做麻牛。對不對？做麻油、茭白筍、肉卷，而且阿軒講凍好些嗎？所以你有吃過？好好，而且上面有食譜，什麼媽媽帶咗意思，覺得好吃可以自己做，對不對？還有我做啲咩？其實我都係幫人做 DIY 專業，還有想到其實貴家台式來食飯哈，有時古到台因為古到細子啲啊，但係我來食飯去食下。什麼日式的呀？但是本佢吃飯時候，本佢搞了 DIY 專業，佢自家係人呀手帕，佢是吃到佢來聊啊，台人食到歡喜，西歐又搞到歡喜，真的，全師傅按用嘅係冇成意嘅做嚟做去就當不了啊，慢慢食好，慢慢食按久咯。錯。對，可是佢喺做得起做那樣東西帶走，他也動有成就感、成就感。我基本看到人家伴手禮吼，我就動有意思，我是講，我做啲帶走去有冇係講？對，我自家落去講嘛，現在都流行自家 DIY 嘛，我做啲落去一地落去縫起來，變成一個門簾，對不對？然後上面有食譜，你看多方便，沒動便利，煮盤煮5點，用你煮的時間是加看一下該門簾，當夠下該食譜，對不對？我覺得這很有意思，很美鳳的店也很美，然後又 DIY 改口倉嘛。問老街。我們老街在辦活動的時候，每個店家有想一個適合自己專長結合的活動，然後那時候我就在想說，我是用電腦做設計嘛，那可是一般人不太可能每個人一台電腦在那邊做設計，所以我們就想了一個創意明信片的活動，然後就是用很多舊雜誌、文宣不要的文宣，把它二手回，然後再去設定一個主題，讓大家去自由的發揮他想要表達的東西。所以嗰張明信片，佢都做得帶轉去嘅，做得帶轉去，佢做得機模。也是可以，真的可以用，对。如果你也可以，可是通常他們做完都很捨不得寄出去。一定的啊，對，因為你來用空有你的指導，對，聽從被親講嘛，從冇哈，所以一定會覺得捨不得，所以也可以給別人上鬆口有按用給互動，對不對？所以小朋友、大人都可以。可以。之前秋萍講的台語寫字都做得起，冇問題。錯，很棒哎！而且其實哈，大家是不是想講去到1號店，對不對？有這麼多的活動哈，當然還有更多其他的活動，去到美鳳這邊的時候，其實就有一些平面設計的東西可以看，然後氣氛，而且裡面還是有很多刊物，對不對？對。今天秋萍有特別帶來這個，什麼？牛欄河畔，這個聽說這個刊物很不得了哎。這個刊物是我們關西在地的鄉土文化協會，他們已經發行大概12年了。這就是我覺得很不得了的地方，你走得懂研究。對，對呀，而且是這裡面的投稿是邀稿或者是自由投稿都有。
这里面的邀稿，一部分是邀请在地的，或是有比较文史专业的，他会写一篇专刊、专文，然后其他的就是邀稿或是社区居民的投稿。然后通常内容都是跟关系的大小事有关。对，所以是讲爱是关系嘅机密，爱看俩只插纸，还是做得了解关系的案就发生买事情。上来翻开来的第一页是关系构重的远足课程。对，这就是可以，好像它慢慢的就是它的脉络越来越广之后，它的这个点线面的扩张，变成好像一个大社区的感觉。对，好，所以这就是这个杂志12年了。对，所以去到你那边都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在很多关系的一些商店，或是就是它有开放的点，可以让大家免费索取。对，而且很有意思，这里面还有一些还有一个关系改步道的介绍。对，这一期很特别的就是它有讲到那个古道的部分，然后现在关系也有在推行一些古道的调查，就是把以前已经被荒烟蔓草淹没的古道，要把它重新整理出来。好棒哦！我觉得这样子的真的很有意义耶，因为这样的活络，其实我觉得今天不只是一个店家，我觉得店家它有时候是一个介质。对，你看到比如说来喜的美凤的点读，其实我除了感受那个氛围、老屋的气氛，或是做一些有趣的事情，重点是我看到了这些东西，其实是间接的了解了关系的整个层面的东西走在可能可以改故事，然后还可以了解步道，是不是？我觉得很棒，而且事实上这边还有一本，这是创刊号。第一本，对，去年中正路老街，我们是艺术小镇协会，那我们就是这本刊物主要是介绍在地的艺术家，然后在地的一些艺术活动。是，我觉得这样很棒。事实上也等于提供在地很多的艺术家的一个空间，对不对？因为你想想看，这么棒的东西，有时候你不知道要在哪里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就在这个刊物里面让大家来认识。而且我一翻开我就吓一跳，说：“哎呦，这个摄影还是你本人？对，你本人黑吗？你真的很多才多艺呢。你爱用你配你会神马该黑就你懂黑不黑？黑呀，对啊，怎么这样哟？这个又会，那个也会，是不是？所以这个刚好在提到说，我们关系实验生活，我们很注重一件事情，叫做人与人之间合作的关系。所以頭先我看到該嘅書景啦，該插畫美鳳設計嘅，哇，好棒哦！所以兩條12情入日時是每個人專業不同，對，可是我們可以根據每個人的專業，然後一起合作結合，然後所以會創作出不一樣，激發出不一樣的火花，然後很多那種很新鮮、很有趣的實驗的事情都在這邊發生。真的也集合力量大，其實係安用每個人的衝突冇強弱，對不對？要到你許願，要到你執行，其實要當到解拜託，那鄉親朋友來分享，你先聊下，等下陣陣來。今日貼票咧，小解讀關係兩條路界吼，是希望大家有閒做得以行行聊聊啊。其實許多改變行行聊聊，其實也增加你對改變嘅了解。而且我哋其實很有意思誒。不過小朋友貼票咧講到，其實是人跟人之間的互動。然後我也聽到，就是佢係一隻平台，佢做啲啦很好多概念來分享神奇嘅事情。然後你係講要乜嘅能力，要乜嘅能量，要乜嘅催你，也分享你來同愛聊片。對不對？我們一起來努力。所以其實你們是不是挺起為期盼獨立音樂印度改編嘅表現？是李哈，因為我對於獨立音樂這件事情，因為他們除了是音樂的一個享受以外，是還有一個理念的那個感動，所以希望這個來家鄉啊，又愛用那比較藝文的事情，然後在這邊，然後去感染到我們的載體音來用讓大家更能去理解，然後一個獨立音樂的一個創作，他們的想法，然後對，因為我們常常想說很多事情要從教育開始，那我也覺得如果我們有一些像這樣子小小的音樂講做的話，或許可以去感動到我們自己家鄉的人這樣子。那李哈斯目前的話都會以可能客家歌手
会比较是主轴啦，因为爱都客家人啦。嘿，伊就改编讲客家话是客家菜，有讲有弹客家的音乐，对不对？所以两张也拄好刚刚举办过是那客家的女歌手Misa 的歌声好温暖哦，然后来唱歌啊，还有个客家歌手子轩美冲来关系聊啦，因为他忙要唱到佢来唱，嘿，佢忙达人爱该了，都了，给呼吁一下，子轩是不是？黄子轩以山平快乐，佢讲你还忙达人机哈，你咋个唔记啊？对，你都改编了很好，都感觉分享。像有个密农的歌手黄伟杰，安然呢，伟杰，我们是申梦基，其实佢算提着张类爱的关系，鼓励一下，对类关系分享。其实两个独立歌手，他们真的很棒，他们其实都没有在计较，然后他就是很希望可以推广这些事情，他们都很愿意来分享这样子。我要哭了，好感人。他说没有在计较，对，其实就是一个分享啦，对不对？在分享。那阿贤呢？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就对客家音乐有更多的了解？有哈，就是你一定没有去听哈。我有听，很像考试有没有？对，你有弹过哦，其实真的很不错，因为你就会从这样的空间里面重新认识。对，所以你一开始的老屋的空间规划都是你俩天都该走嘛，对不对？但的后续是不是会一直提出苛刻的要求，然后让阿贤都执行，有吗？其实老屋改造就是没有止境啦，就是无止境。对，因为什么时候，因为我们后面空间很大，然后那个姐姐什么时候要许愿，我也不知道。对，好棒哦！对，就是修缮就是持续进行。不过说到这，为什么要这特别猛阿贤修缮？因为其实你们有一个空间，是不是会办什么市集？对。然后会算是展览或是卖吗？还是一些漂亮的你讲手做的东西？对，因为我爱头版爱这个没有去跑市集啦，爱这个喜欢手做，爱做该人工的，嘿，所以讲有两个空间给下手，好巧哦，所以有两个空间，爱说空间一台没走的办市集是。其实一种是希望给手作人，然后有一个展示的平台。对，还有一个如果拄好是，他就想会走俩事情的时间，两家老街啊都有一家，还有一家公司跟那拄好又接到一些案子，也可以想要办市集，所以是就有合作。所以李下从还都老街办市集是到美凤又穷下合作，还都走一家初心者市集，是定期还都围着关系，可能在老街，然后有可能在我们牛栏河畔，然后去会办市集这样子。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到秋片有节目之前讲有看讲，你都办市集的相片，好漂亮哦。秋片讲那是真的这么漂亮哈。本真是很安静啊，没翕相，因为你上翕到动酱，因为我本身看下还好的。他说我们本来是安静哦，对，其实根本你现场要带来动都改东西，除了好看改相片之外，这个纸胶带是特别带来的，对不对？这是谁设计的？是我，厉害。对不对？这个就是间接直接的让你学哈嘎法，因为纸胶带现在年轻人都好喜欢哦。对，然后上面是什么？你要老大家都会分享一下吗？然后用客家话做，什么语？我是按旧后嘛，按旧后嘛，对，就是问候语或是感谢的话。然后我放在店里展示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些游客来嘛，因为他们不是客家人，他看不懂。然后我那时候才觉得对他们看不懂，所以我后来又在店里会把那个音标写上去，然后再把它的意思写出来，然后他们就觉得很有趣。很棒真的。按用念体是给就会间接直接的去好些按给哈嘎发，对不对？那他们后来有买吗？有没买我就生气，我就生气。他不是客家人，然后他就说，他要买这个送给他的客家朋友。对，他送给客，对，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这你们的啦，我帮你买了，你回去你他嘎巴后嘛，你要 call 一下，你要读一下，对，下次这样的话就说对，你可以送给客家朋友，然后自己也可以保留一个，对不对？因为上面都很简单，应该有 call 一下，其实都轻简单，就轻简单跟问候语。可是语言的学习不就是这样吗？对啊，对不对？你至少认识他。
然后接触它嘛，就会按钮给感觉嘛，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也是算是一种产品，对，其中一件，对不对？然后这边很多插画也都是美凤你帮给黑吗？插画是我帮那个新竹县，他们有出版那个客语他给发教材，然后给有发所以就新竹县小朋友会看得到。哈哈，所以按钮1年多下来，居民反应怎么样？居民其实一开始真的都是就是好奇，然后。他们可能也会担心，就想了解后上音地这个美嘛改东西，真给不按钮你，对，然后开始记得了解日后，又不一样的阶段哦，记得会让生讲，应该用传有钱嘛，就是啊，上海咪有点少啊，所以问讲咪冻鬼嘛，对，然后到现在今年开始是都记得Lisa 记得哈，他们非常开始参与，记得他们问我讲，你张燕有没有活动呢？你们梦音来宠购呢，没有市集呢，哈，因为其实你整个活络起来，那个气氛不一样，气氛 more 会变得好闹热，大家也会觉得好像很有期待的感觉。哇，2礼拜有嘛干嘛干，哇，2礼拜有嘛干嘛干，你张燕有冇呢？嘿，错。哦，所以其实居民的回馈一开始会有一些的质疑。可是现在都很支持，对，而且其实你们办盘南豆改办同琼很美凤良品，其实学员的回馈也很好，对不对？都觉得很正面，很开心，我想是啦，因为等于是多一个这么棒的地方吼，然后又可以表现出这么文化的一个地方，不过这样子的资讯。我们要去哪里取得？比如说你盘法通啊，对不对？然后你有市集呀，有音工音改染虫。我们一般要去哪里取得这些资讯？李哈是我们各个店家大家所有的 FB 有个粉丝页啦，免数，嘿，免数。如果爱的里面还有一个那个脸书粉丝专页是为哈都到我们中正路上的一些活动也会串在一起。那我们有那个关系艺术小镇发展协会的脸书也有，然后还有一个转关系现在进行式。是会哈集中的比较大家的活动都会放在那个平台上面这样子，所以乡亲朋友係講上嘅，第一講你下關係條路界吼，冇當初200公尺、300公尺嘅路界地都有可能10間店吧，差唔多10間店，大家店的特色都不一樣，哇，都很可以說是完全很獨立，超，所以。去逛等于是不同的东西，对，就是系讲巷路啊，都有10点路街哈，人家走请圣奇，就是每一间老屋，其实就是它的样子，其实就是跟每一间主人的个性非常像。说得好哦，大家可以看一下关系信仰圣牌是好点改个性系咩？看到手平安用来看到工作坊系咩叫美凤安用以后，大家是走在地，我觉得很有意思哈。乡亲朋友哈，基本上非常感谢记得来到两边到大家分享到世界，有機會接來，好有機會接來分享當到嘅不同嗬。鄉親朋友，希望大家講係講真是有限嗬，禮拜2日去改變行聊聊啊。好，感謝你哋哦，感謝，謝謝。好，聽下來咧，你哋聽認同線上你就認同了。